放狗係狗主嘅每日指定動作。美國就有狗主係由放自己嘅狗，機緣巧合之下幫埋鄰居放狗，之後委託越嚟越多，最終辭職轉為全職放狗。而佢上載狗仔嘅片更加係意外治癒唔少網民。由胡若玲講下。每日揸車接送20幾隻狗去公園玩、食茶點。如果話俾你聽呢份係正職，相信唔少愛狗之人都會羨慕。住喺威斯康星州小鎮奧康托嘅梅爾伯格係前聯邦政府僱員，由於嗰時好早返工，中午就收工，每日下晝會帶2隻狗遊車河同散步。有一日，新搬嚟嘅鄰居養嘅狗齊柏林被車撞到受傷，梅爾伯格載佢去醫院治療。後嚟齊柏林嘅主人問梅爾伯格可唔可以喺放狗嘅時候帶埋齊柏林，佢爽快答應。之後越嚟越多全職工作嘅鄰居問梅爾伯格可唔可以俾佢哋嘅愛犬加入，梅爾伯格無任歡迎。佢先以兼職嘅形式開展寵物狗日託服務，更加添置一架客貨車做校巴，可以接載更加多嘅毛孩返學。2年後嘅2023年5月，佢喺丈夫支持下決心辭去公務員工作，全職湊狗。對佢嚟講，呢份係絕世好工。依家參與日託嘅狗有最多26隻，逐家逐戶接佢哋去附近嘅公園玩。所謂嘅公園係梅爾伯格家族持有，所以可以設置安全圍欄同埋俾狗狗玩嘅設施，俾佢哋食下午茶，再送佢哋返屋企。梅爾伯格或者冇諗到呢份筍工唔單止幫到狗狗同主人，由於佢不時將狗狗嘅影片上載社交網站，喺 TikTok 有100萬用戶追蹤，好多追蹤嘅網民話被狗狗治癒，留言更加係嚟自世界各地。Now TV 記者胡若玲報道。